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丽莎。今仔日我想要带大家来熟悉一寡海底动物的台语。这摆我会甲分做甲壳类、软体类、饲灵类、鱼仔类，甲其他这5类来为大家做介绍。娃娃 TV。甲壳类有虾子、虾仔、螃蟹、金马、龙虾、龙虾。软体类有鱿鱼、鱿鱼、乌贼、墨鱼、飞机，嘛有人讲木蚱、章鱼、石鸡，嘛有人讲石鸡、土婆，甲日本话塔可。饲灵类有金鱼、海翁、海豚、海猪。鱼仔类是即摆所介绍的所有类别内底上济一个。鱼仔类内底有鲨鱼、鲨鱼、金鲨、戆仔鲨，嘛有人讲豆腐鲨、红鱼、烘鱼、黑尾鱼、乌昂床、鲑鱼、红鲢鱼，嘛会当讲三文鱼、翻车鱼、曼波鱼，嘛有人讲冰车鱼、水母鲨、甲头风、四目鱼、沙目鱼、飞鱼、飞乌、河豚、刺龟、鳗鱼、鳗、海龙、海羚、海马、海马。我本来合做海羚甲海马是同款的物件，后来查资料了，才发现因无同，毋过因两个是亲情哦。这是海羚，这是海马。好，其他类别的海底动物还有海龟、海龟、水母、鲱、布拉鱼。好，以上就是即摆所介绍的海底动物，大家拢记起来也好。有诶少好食诶，有诶毋若袂当食，咱阁爱好好啊，甲因保护。我是丽莎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我影片的话咧，莫一把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，还未订阅观众朋友嘛，袂一把直接订阅咧，甲会变小铃铛，安尼较得收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买袂记丽莎会员，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丽莎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